腹部超音波是一种安全便利的影像检查的工具，未少的民众希望借此来追踪胰脏囊肿。不过，成大病院胃肠肝胆科的医师王耀生表示，因为胰脏位伫腹腔的后壁边，特别是遗体或者是遗骸，常常受到肠仔气的砍掉的，影像可能会受影响。因此，医师建议，还是要进一步安排磁振造影，或者是类似镜超音波，来进一步鉴别囊肿的类型甲啲风险。胰脏囊肿简单来说呢，它其实是一种水泡，但是大家或许听到水泡就比较容易掉以轻心，像是肝水泡、肾脏水泡或许它其实都是良性的，但是胰脏囊肿它其实很不一样，它有根据它胰脏囊肿不同的分类，有些未来有可能会有恶性的可能性，所以说我们会依据胰脏囊肿在病人的一些症状，以及影像学的检查之下，来区分它是低风险、中风险还是高风险。高风险的病人，我们还是希望病人能够及早介入外科的一些评估，看是否能够接受手术。中度风险的病人，我们会使用内视镜、超音波来进一步去做裁剪，或者是进一步观察它的一个表现，来作为是否以后要开刀或者是密集性的追踪。那低风险呢，我们就是建议追踪。那至于追踪的方式，我们可以选择超音波、核磁共振、内视镜、超音波来检查。我们会根据这个囊肿的大小以及病人的状况，来选择适合他的检查。医师表示，虽然胰脏囊肿发现并无代表马上有生命威胁，但嘛袂用的大意。透过高解析度的影像，甲着专业的判别，不但会用厘清囊肿的风险，制定适当的个别化追踪，或者是治疗，避免恶化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